最令关键的是，伫美国发生2件汽车攻击事件，是造成15个人死亡，几若10人受伤。总统拜登是表示讲，根据联邦调查局初步的调查，无通好证明这2件意外敢是有关联。也毋过呢，其实2个赛车的驾驶拢是有军人的背景，甚至搁捌伫咧共一个军事基地来做过兵，好外界是真欢乐。 发生致命枪击的纽奥良市中心原本留一个破棚机，设置重新开放，玻璃顶悬的枪支孔依然看个真清楚。警路全副武装警察巡逻，增加紧张的气氛。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联邦调查局 FBI 初步调查结果，无证据指出这个攻击甲拉斯维加斯的电动皮卡爆炸有关系。 And so we're also continuing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there's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ew Orleans attack and the explosion in Las Vegas. As of now, they've just been briefed. They have not found any evidence of such a connection thus far. 不过，纽奥良随机攻击的案件凶手假巴有退伍军人身份，佢表示是受伊斯兰国 IS 的煽动。拉斯维加电动皮卡37岁驾驶莱福伯格是现役军人，是陆军特种部队列比姆的成员。 警方在遗体头壳顶发现枪支孔的痕迹，车顶也找到枪，研判是汽车爆炸进前就开枪行底路，犯案的动机要搁调查清楚。What we do know about that is it's a very large military base, and we have no record that they served in the same unit or even at the same years at Fort Bragg. Something that continues to remain under investigation. 2人也伫差不多的时间被派驻阿富汗，另外2人拢是透过汽车共享公司做犯案的车。共同点，互专家真烦恼。有美国军事背景的人常常用提悬攻击的效率，就算目前安尼人无济。 In general, they're more disciplined. So a lot of times would-be terrorists or would-be attackers mess up and make a lot of stupid mistakes. And people with a military background certainly at times make mistakes, but often are less likely to do so. FBI 也表示，目前也无清楚拉斯维加斯爆炸案是不是属于恐怖主义行动。虽然2个事件的假使无明显的关系，不过也无排除所有的可能性，也会继续调查2人是不是捌过联络，也加强防范高容式的恐攻。美国情报界指控之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出，就算伊斯兰国 IS 被逼挖苦各地分支机构，不过依然是全球性的组织，佮想要伫全球范围内对西方国家煽动攻击。专家也指出，汽车攻击冲动加刺杀砍杀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伫欧美国家用的典型低技术的恐攻攻击手段，无需要爆炸物、特殊武器或者是精密的计划。无法度精准来防范。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